好多香港朋友返中山買樓最大嘅問題其實唔係預算，亦都唔係地段，而係好多人成日仲係用香港人買樓嘅思維去揀中山嘅樓，最後發現住落可能真係幾舒服，但幾年之後想放盤根本都冇人接，因為你一定要明白一個道理，將來接你盤嘅大概率唔係香港人，而係中山本地人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ie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想認真咁同各位香港朋友講一講，如果你返嚟中山買樓，尤其係自住為主，但將來會考慮轉手嘅話，到底應該點樣揀？首先，好多香港朋友一返到嚟中山，最容易會俾咩吸引？就係低價，6字頭、7字頭，超大園林，送裝修，首付幾萬蚊，一睇就覺得哇，好抵啊！但問題係，你覺得抵唔代表將來中山人會埋單，因為中山本地人買樓嘅邏輯其實同香港人好唔一樣㗎。中山人買樓最睇重嘅係咩？第一就係細路仔讀書啦，第二係生活嘅便利性，第三係好唔好住，第四將來好唔好轉手。簡單啲嚟講，中山人好睇重樓盤嘅流通性，因為大家都默認一個道理，樓將來係有機會會換嘅，所以我一直都講，香港朋友返中山買樓唔好就係貪平，而係要開始用中山人嘅思維。中山人點買樓？第一樣就係睇區位，尤其係學區啊，因為喺大陸小朋友讀書永遠都係第一需求。就算經濟再差，好多家庭都唔會慳教育，所以你會發現真正襟跌、真正容易轉手嘅，好多時候都係學區同埋成熟配套比較穩陣嘅區域。而家中山本地人認可度比較高嘅區域，主要係東區同埋石岐區。我哋先嚟講下東區。東區其實一直都係中山改善客群好認同嘅區域。點解呢？因為佢係屬於傳統嘅核心區，商業、醫療、學校、城市界面等等，全部都非常成熟。好多中山本地人如果預算夠嘅話，最後都會傾向返東區。所以東區好多盤，無論係自住舒適度定係未來嘅二手流通性，都相對會比較穩陣。尤其對於香港朋友嚟講，如果你想買得安心，又唔想太偏，東區係首選。佢亦都係好容易被本地市場接受㗎。之後就係石岐啦，石岐區最大嘅特點就係生活氛圍夠成熟，好多老中山人其實特別認同石岐區，因為呢一邊方便，學校、街市、醫院、商業、老城生活配套全部都好齊啊！尤其係老人家會特別中意呢邊嘅生活氛圍，你唔一定會覺得佢好新，但佢勝就勝在成熟、夠方便、夠人氣，所以石岐有啲樓齡睇落去雖然唔係好新嘅盤，但只要個地段夠好、配套夠好、學校同埋生活配套夠穩定嘅話，佢嘅市場需求度一直都存在㗎。第二個重點就係戶型啦，好多香港嘅朋友會覺得夠住咪得咯，但而家內地真正主流嘅需求其實已經變成咗改善型，而且呢個趨勢已經有好多好明顯嘅數據支撐啦。根據2025年中山嘅樓市數據，而家中山改善型購房佔比已經去到31%，即係話差唔多3個買房嘅中山人就有1個買改善型單位，而且呢個數字已經係連續4年上升啦，累計增長咗15個百分點。呢個就講明咗中山本地人買樓已經唔再係以前買細再換大，而係一步到位。另外，2025年中山90到144平嘅改善型戶型成交佔比已經達到62.6%，即係市場超過60%成交全部都係改善型面積啊！反而90平以下嘅細單位成交佔比明顯就收縮咗。簡單啲嚟講，而家中山市場已經越嚟越少人中意細單位，尤其而家好多家庭係一家4口帶老人家，3房其實已經開始唔夠用啊，所以你會發現有啲特別細嘅戶型，雖然總價睇落去平，但將來未必好賣，反而主流改善型嘅戶型，將來嘅流通性會更加好。第三個重點就係交通嘅邏輯。
好多香港朋友會比較鍾意樓下就係商場，但其實好多中山本地人反而係唔係十分之鍾意，因為真正長期自住嘅人會更加考慮塞車、噪音、人流、返屋企嘅效率等等，所以而家好多改善型嘅家庭會更加鍾意一種狀態，就係叫做離塵不離城，即係我揸車10分鐘可以去到商圈，但我唔想直接住喺商場上面，因為商業綜合體上面好多時候真係會塞到癲啊，尤其係節假日或者放工嘅高峰期，真係塞到你懷疑人生啊！除咗前面提到嘅區位、戶型、交通邏輯，香港朋友返中山買樓其實仲有3個最容易忽略嘅地方。第一個就係千祈唔好太相信低價嘅廣告，你一定要問自己點解佢咁平啊？係咪因為位置偏、學校一般、周邊又冇人氣等等？因為好多盤買嘅時候覺得自己執到寶，賣嘅時候先發現根本都冇人知。第二個就係超大型嘅社區就一定要小心啦。好多香港朋友會覺得哇，好大個盤，好震撼啊！但你一定要知道，盤太大，未來放盤都會特別多，尤其市場差嗰陣，同一個小區幾百套一齊買，最後就變成咗相互壓價啦。第三個，唔好一味貪平買老舊小區。好多香港朋友返中山買樓，一見到舊盤平，第一反應就係哇，好抵，尤其有啲盤單價低、管理費平、總價又吸引。但問題係你一定要知道，好多舊盤其實最大嘅問題唔係戶型，而係成個小區嘅老化感。譬如話停車亂啊、外牆殘舊啊、電梯老化、公共區域又暗沉。所以有啲舊盤買入可能真係平，但未來轉手就可能會好難。當然，我又唔係話叫你完全唔可以掂舊盤，不過你一定要識得分，你買嘅究竟係成熟資源類型嘅舊盤，定係純老化型嘅舊盤？例如中山本地人都好認同嘅舊盤，代表就有海欣新城、遠洋城等等啦。因為呢兩個大盤係屬於成熟資源類型嘅舊盤。最後我想送一句話俾想返中山買樓嘅香港朋友，返中山買樓唔好淨係貪平，而係要睇未來中山人會唔會埋單，因為你今日買嘅唔單止係一層樓，而係未來嘅流通性。呢期視頻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點讚訂閱。我係 Josie，我哋下期再見。